我有個客咧，佢喺 YouTube 度睇到我哋五洲家園個講解啦，跟住佢就 WhatsApp 我喎，就想問下航空新城咧同埋嗰個斗門嘅五洲家園揀邊個比較好啲咧？嚇咁樣啊？係啊。嗱，因為航空新城同五洲家園咧，其實首先兩個概念啦。航空新城係屬於一個片區，咁五洲家園咧係一個斗門湖心路嘅一個標杆嘅項目，所以兩個咧我同你細分下啦。因為航空新城咧其實咧係由2013年由新加坡嘅咧呢個叫做規劃之父劉泰格先生咧係主導設計 design 出嚟呢個航空新城片區。咁佢核心區域咧大概有380萬方啊，咁呢個佢周邊咧大概有目前係設計咧係6大嘅中心城區啦，咁就目前有5大嘅中心係已經係開咗業嘅，即係正常已經係運作開業嘅啦。例如咧我哋講金灣華發商都，市民藝術中心、國際商務中心、產業服務中心同埋公共文化中心。咁呢個其實航空新城呢個片區咧係咩咧？係你入到去會覺得佢眼前一亮，因為佢係呢近12年嘅時間建成，重新有一片灘塗啦，變到而家一個好似一個繁華嘅都市一樣。哦！即係你入去到哇，就覺得哇呢度好靚好靚，眼前一亮嗰種 feel。即係一個新城啊，新嘅啲高樓大廈喺度崛起。一個新城嘅片區。係。咁其實佢呢個就好似我哋講金灣華商都啦，就係2021年嘅9月份就正式投入使用啦。咁我哋之前就有知道珠海市區都有南屏華商都啦。咁華發佢其實將呢個華發商都起喺呢個地方咧，其實係聚攏到佢周邊好多個人啊，包括佢個商業覆蓋出嚟嘅係一個即係比較繁華嘅一個中心位置啦。咁除咗有商都之外咧，仲有市民藝術中心。市民藝術中心咧，其實係一個類似於日月貝市區日月貝一個另一個歌劇院係啦，咁佢有歌劇院啦、功能廳啦，甚至嗰啲科技嘅展覽場館啦等各種配套。咁其實市民藝術中心亦都係呢個金灣航空新一個地標，甚至乎嗰度音樂噴泉咧係目前全珠海最靚嘅音樂噴泉，好靚。咁聽你講，好似航空新城會比較嗰個交通啊同埋配套方面會比嗰個五洲家園會好啲喎。因為點樣咧？航空新城係講一個外部嘅環境，係啦，我先同佢講一講佢嘅優點缺點啦。咁其實冇一個話邊個盤就特別好啲嘅，只係講緊。咁包括我哋從金灣航空新城呢個片區，仲有例如我哋嘅文化公共中心啦，即係好似我哋嘅圖書館啦、檔案室啦，包括仲有行政服務中心啦等等啦。呢啲其實佢都係最新嘅城市配套，全部都係新起嘅。包括仲有國際商務中心啦，目前喺金灣航空新城片區萬豪5星級酒店、萬豪酒店，仲有佢嘅210米層高、210米高嘅一個甲級寫字樓，都係佢地標建築，都係好靚嘅。仲有另一個就係金灣華商對面嘅無良金灣酒店啦，都係5星級酒店。咁其實佢成個嘅外部配套咧係非常之靚嘅，非常之好嘅，呢個係事實。包括佢仲有幾大嘅公園啦。早期嘅金山公園就喺航空新城中間嘅位置，仲有中心河濕地公園係喺市民中心對面望出去呢條河啦。包括仲有南面嘅高爾夫球場，仲有金湖濕地公園。其實佢成個外部係真係靚嘅，各種配套啦，有交通又好啦，有佢嘅商業啦，包括佢嘅休閒公園配套都係最新嘅。甚至乎超越咗珠海市區某啲地區，呢個係事實。咁係咪買航空新城會比較好啲呢？即係聽起身即係好方便啊！嗱，呢個第一講到係一個金灣航空新城咧呢個地方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嘢你都未了解到嘅。咁包括我再講翻交通啦。咁交通嚟講咧，好似如果你話上去華發商都嘅交通配套咧，就有目前2020年就建成通車嘅紅河大橋啦。咁港澳嘅朋友，如果佢話從佢嘅港珠澳大橋口岸過到嚟我哋航空新城咧，只需要咧一路由港珠澳大橋口岸嘅延長線一路經過紅河大橋，就到金灣東
落橋啦，一右轉過嚟就已經係屬於航空新城呢個片區。其實得一個紅綠燈嘅位置。即係先到航空新城，先再到五洲家園嗰邊。係冇錯，咁佢除咗呢條橋咧，仲有另外一個，假如係澳門嘅朋友上過嚟係點過嚟嘅咧，可以從橫琴口岸過關，經呢個金海大橋嚇，跟住又係到我哋項目呢邊，亦都係到金灣啦，兩條大橋啦，一個紅河，一個金海大橋。呢個交通網都係發達嘅。咁金海大橋特別啲喎，係一橋兩用嘅。除咗可以行私家車啦，仲可以行咩呢？行輕軌。係啦，所以其實佢嘅交通都係唔錯嘅。咁到呢個就係航空新城呢個片區啦，包括航空新城仲有一個叫做海綿城市，佢嘅地下水係啦，佢嘅地下水嘅排放呢，包括佢嘅設計呢，係目前喺講係成個國內都係最頂級嘅。就算今次我哋上個星期嘅華嘉沙日本過後啦，其實航空新城係冇水浸區嘅，反而我哋珠海市區有啲水浸區。係咪見到好多啲朋友發廣告發出嚟？喺海邊嗰啲海水道觀啊，唐家嗰邊啊。包括仲有好多市民係喺市區入面咩捉魚係嘛？航空新城係冇嘅。OK， 咁就呢個講航空新城呢個佢外部嘅一個因素啦。咁好啦，單獨再講到五洲家園，因為五洲家園呢係斗門呢個片區，甚至乎係湖心片區一個標杆嘅項目。咁個標杆喺咩地方呢？真係豪宅嚟嘅，好靚好靚。其實我個人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呢個五洲家園呢個屋苑，因為佢屋苑呢，就首先佢大啦，佢分為咗高層區啦同埋別墅區啦，總共6期嘅高層同埋4期嘅別墅。咁佢五洲家園嘅開發商呢，亦都係潮州嘅老細嚟嘅。咁早期好似就喺市區嘅五洲花城啦，五洲花城係嘛，4萬幾5萬蚊一平方嘅。好，咁佢去到斗門五洲家園呢個項目，都係一個好靚嘅。但係首先咧，有個使用率啦，超過100%嘅使用率。咁佢好似佢而家120平方個單位咧，同市面上嗰啲150平方嘅單位係差唔多嘅使用率。使用率非常高，上次咪同你拍過嗰期嘅係嘛？係啊。好 ，OK， 呢個第一個使用率啦，第二個佢嘅交標。佢嘅交樓標準呢講啦，我夠膽講出呢句説話，佢係全珠海，甚至乎比十字門嗰啲豪宅或者橫琴啲豪宅個交樓標準仲高。所謂啲豪宅，佢話佢嘅交樓標準呢，其實好多部分地方都係乳膠漆白牆，就講呢樣嘢。但係呢，你講到五洲家園嘅交標，哇！護牆板啊，岩板啊。護牆板、岩板，仲有啲木紋板。等等，而且佢係細緻到咩程度呢？就係假如我靠住窗邊嘅位置呢，如果用護牆板或者木紋板就唔係幾好，驚會打濕咗。喺嗰個位置專登去做呢個岩板，細節做得好好。包括從入門開始，7合一嘅智能密碼鎖。一般出面呢，可能做到5合1已經係好高 level 啦，但係佢呢度做到7合1，係嘛？仲多咗個遠程操控啦，電子貓眼啦，冇錯啦。所以其實佢個安全性係好高嘅。咁到佢嘅成個由佢入戶門開始，入戶玄關開始咧，已經係一個護牆板嘅交標，係嘛？但係佢貴啲喎，佢比周邊嘅其他樓盤咧都要貴啲喎。好似佢個單價咧要去到15000、16000幾啊，甚至17000。但係周邊嘅話咧，即係平嘅話9000幾到12000都係有嘅。8000幾都有喎。係啊，所以話抵唔抵咧？咁樣買。其實咧好多我哋講到交標啦，仲有一個就係佢嗰個，好多人會睇到話佢點樣可以買到成個斗門咁即係均價大概15000萬個均價，點樣可以買到咁貴咧？甚至乎呢個價錢超越咗航空新城區部分嘅樓盤。咁其實因人而異嘅。如果你可能冇去深入了解呢個樓盤呢個項目嘅話，你覺得佢斗門點解賣咁貴啊？但係你知道喎，斗門湖心路以前高峰期賣到幾多？22000、23000嘅項目比皆是，係好多嘅。咁當然咧，呢幾年經濟環境唔好啦，好多樓盤開發商都降晒價啦。而家大概斗門湖心路均價大概係12000、13000左右。最平嘅有8000幾嘅，就我哋講嘅時代都會大期係8000幾。但係點解五洲家園仲企得咁硬淨呢？五洲家園佢交標號其實真係靚。佢包括佢成個入去到見到
佢全屋嘅大金鐘有冷氣啦，全屋嘅護牆板啦，只有喺個走廊通道嗰度有3塊藝術漆膠標，咁、其他都係護牆板膠標，咁包括電視背景牆都係銀板同埋木紋板嘅膠標啦，包括仲封埋窗俾你，係啦，細節到咩程度呢？如果係好似廚房嘅位置呢，佢仲係嗰啲係防滑磚，係啦，甚至乎係一個無主燈 design 蜂窩鋁板嘅一個吊頂等等，仲有目前餐客廳仲係水晶燈膠標，即係佢呢個裝修價值咧都已經去到幾十萬嘅一個。係啦，冇錯，因為包括嗱，好似每一間房都有衣櫃，你連衣櫃都唔需要買。嗱，仲有書房咧，做埋榻榻米俾你，書台都做好俾你。喂，又唔使買書台，又唔使買床，又唔係整衣櫃，攞個枕頭就可以入去住。係啦，即係你只需要買張床褥啊，買翻床兩4件套，買個枕頭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去瞓覺。係啦，冇錯，電視機都送埋俾你。仲係索尼嘅75寸大電視，所以即係其實我哋當中咧都仲有好多細節嘅嘢係冇傾到嘅。佢交樓標準真係的確係非常之高，好靚好靚。包括就係、我哋嘅洗手間，連我哋嘅主人房行軍花灑，係垂幕式嘅鏡櫃，係啦，3米嘅鏡櫃，有垂幕啦，跟住儲物啦，仲有時鐘嘅。主人房嘅智能馬桶，係啦，所以其實佢嘅交標真係你要細節講呢，我哋係可以講好耐嘅。所以嗱，有啲人一見到佢呢個交標，講真，價值幾十萬嘅交標，你假如話隨便我哋買翻其他項目啦，唔好講話就等龍心路，包括成個珠海嘅片區，成個珠海包括市區，你一般都係預交7、8場交標。你假如話嗱入去都裝又唔係，唔裝又係。你話假如我唔重新裝修白，我都可以用。又覺得嘥喎。係啦，咁而你剝咗佢咧，重新去做過啲仲靚嘅護牆板膠標咧，又好似浪費咗。係啊，好嘥錢。跟住，假如你真係確定最後要裝修咧，要起碼抌咗幾多20-30萬去租到全屋護牆板，起碼20-30個，一定要。但係呢度五洲家園係唔需要重新去剝，你見到嘅所有嘅細節嘢全部係啱用嘅，唔需要我重新去整，重新去花咁多錢去做翻，甚至乎設計都唔需要。點解？開發商已經將你諗到嘅所有嘢幫你做好晒交俾你。啱唔啱？啱。因為我一般，假如我買個單位，假如就算我當8-5萬嘅單位啦，我首期都要俾大概20幾萬，大概25萬，差唔多20萬左右啦。我仲要抌多20幾萬出嚟裝修，咁有幾多成本？去到成50萬。而家呢，五洲家園直接係做好晒俾你，你首期都係一樣俾20幾萬，直接拎翻入住。咁樣講呢，就係話睇翻自己個需求啦。咁、如果係環境好啊、休閒啊，或者就係要一個住嘅地方，對啲裝修方面冇乜所謂嘅話，你可以揀航空新城，單價差唔多同五洲家園一樣嘅小區。咁如果你就係中意嗰個交樓標準啊，拎包入住啊，咁你又可以揀五洲家園。本身五洲家園呢，就係一個豪宅嘅標杆嚟嘅。咁仲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下喜哥啦，即係啲客戶都係好諗嘅，咁啲樓呢一直喺度降價，咁會唔會再降呢？咁係咪應該再等下先買呢？其實呢幾年呢係咁樣嘅，成個市場環境唔係幾好啦，包括成個樓市都係往下降一個趨勢啦。咁我哋講到個片區，每一個片區，其實李嘉誠講嗰句説話，買樓就揀地段，呢個係事實，呢個係事實。咁當然啦，航空新城嘅地段一定係比湖心路會對應會好啲嘅。但係你假如話講到片區之中嘅一個單獨嘅樓盤嚟講呢，五洲家園，因為佢係目前嚟講呢幾年成個湖心路啦，最高峰期由2萬2、2萬3，好多樓盤之前好多，例如江山匯啦，例如嘉禾城啦，係啦，全部都一降而降，降到而家1萬、1萬3嘅價錢。但係五洲家園點解仲係企得咁硬淨，仲去到1萬5、1萬6？你諗下點解？其實就係咁，仲去到呢個價錢，點解仲會有咁多人去買佢呢？呢個五洲家園其實係呢幾年嘅，咁包括而家好多香港嘅同胞啦，過嚟呢邊買樓呢，都一睇到呢個盤，哇！真係中意，真係靚，呢個事實，因為佢交樓標準太高啦，啲人覺得呢個錢係值得嘅。好，你講到一個降價同埋升值咧，佢
佢係一個豪宅標杆啦，喺成個湖心路片區啦。咁包括佢未來呢一個到時，佢單係一個項目呢，其實係成個呢個片區呢，得嗰個項目係一個咁真正嘅豪宅，以前係講江山匯。咁江山匯其實同對比其他項目都，例如都係靚。咁包括仲有其他咩龍湖天壇啊、嘉樂邊都還可以。但係真正你話講到 top one 呢，一個呢，一定係五洲家園，絕對係佢。所以佢未來嘅保值率呢，我覺得係企得額高硬淨。而且航空新城嘅保值率呢係講未來，但係五洲家園就講緊而家已經係保值，未來呢更加會升值。呢個係佢嗰啲嘅地方。咁其實你啱啱都問到我話，佢周邊其他休閒配套，其實我頭先講咗航空新城有咁多配套，其實我未講五洲家園嘅喎。係啦。其實五洲家園佢包括佢樓下都有自己嘅嘉湖城商業，亦都係目前成個湖心新城片區湖心路啦，唯一一個商業，的確目前係唯一一個，其他都係雖然有規劃。但係咧係未建成、未提入使用嘅。係，咁佢樓下嗰啲商鋪都營業咗啦，好似我哋華潤萬家啊、麥當勞啊都喺度營業嘅。其實即係話日常嘅一個消費咧，行街睇戲食飯完全冇問題嘅，係可以嘅。包括佢仲有個學區啦，其實五洲家園學區係靚嘅，喺成個湖心路托運齊正小學啦，包括西湖學校啦。佢個一中升學率都係好高嘅，喺呢個片區學區嚟講係算最靚最。即係12年免費教育學區咧，喺五洲家園都可以實現到。係冇錯啦，咁因為你頭先講到一個保值率咧，其實一個學區咧靚咧，佢個學校佢學校靚咧，屋苑佢都會保值嘅，因為我珠海呢邊講學區㗎嘛。係珠海講學區。仲有你講到個休閒配套，其實五洲家園周邊學嘅公園都好多㗎。嗱，我哋講幾個啦。佢對面嘅金茂業公園啦，跟住佢斜對面嘅一個幸福國濕地公園啦，仲有白藤市民公園啦，就講白藤山嗰度嘅公園。仲有未來我哋屋苑出面咪一個白藤湖嘅？咁白藤湖一河兩岸呢，未來一定會做一個白藤湖一河兩岸之一個公園嘅，一定會嘅呢個事實。因為我喺珠海呢，係對珠海政府太了解啦，珠海原本係一個旅遊城市啦，包括係咁多年啦，起咗咁多靚嘅公園免費嘅公園俾大家俾市民去玩啊，去參觀啊咁樣。所以白藤湖呢，佢呢個地方呢，未來一定一河兩岸嘅公園一定會起成嘅。咁我哋屋苑就喺隔離，以後落樓就可以去白藤湖公園，隨叫又好啦，行下公園散散步啦，跑下步啦，其實好舒服嘅。係啊，咁我哋揸車經過呢，都成日見到有啲露營啊，家庭出嚟露營嘅喺公園嗰度，都係非常之舒適嘅。係啦，冇錯。咁仲有一個地方呢，其實係航空新城同呢個五洲家園係比唔到嘅。你知咩地方？我同你講美食。美食。記唔記得前一排我哋兩個去拍過一期斗門嗰個德贊火鍋。德贊火鍋。係啦。咁其實因為斗門呢個地方咧係點樣嘅咧？佢係真正嘅珠海嘅原居民、原住民啊，就係斗門人，真正嘅。其實講緊，就算珠海市區嘅，都係外來遷入去嘅。你除非有少嘅個原始嘅嗰啲城中村啊，例如翠微啊，或者其他嗰啲村落係真正嘅本地人，其他都係屬於外地人。你一講德贊，我真係諗翻起嗰個黃鱔飯，真係回味無窮。係啦，冇錯。咁其實點解我話航空新城比唔過五洲家園呢？因為航空新城附近基本上都係以商場嘅連鎖餐飲嗰種，其實講真食多幾次咧就會覺得係都係嗰隻味道，都係嗰隻味道同一味道嘅，太商業化啦，就講真就食唔出佢嘅原汁原味啦。咁我哋港澳同胞或者廣東人咧，其實粵港澳咧係一體嘅，都係以食材嘅新鮮為主。清蒸啊、白灼啊咁樣，食翻最原本嗰個鮮味。冇錯，咁其實佢周邊嘅餐飲咧就好，我哋講出北上之後咧，係咪好多香港人中意咩啊？白藤頭海鮮市場，哇，平靚正。平靚正，每一個攤位咧都有工程。係唔會話最呃稱啊，同埋啲袋咧，依家都係好薄嘅。早10年前啲袋厚到半隻蟹都喺度啦。係冇錯。咁除咗白藤頭嘅海鮮市場咧，仲有就係我哋屋苑樓下嘉湖城嘅正對面，就有個咩斗門海鮮路。哇！好大型啊！
前幾日我同你帶個香港客去睇樓時，咪食過，好唔好食啊？連個好食，香港朋友都好震撼，因為佢成個佔地咧非常之大，但係都要排隊，我哋都排咗成半個鐘先。佢個地方咧，只係一個名車城嚟嘅，所以佢都先佔地會咁大，連個停車場都可以容納幾百部車嘅，好犀利！哇！我哋嗰日食嗰個，你最中意邊個餸啊？我最中意嗰啲醃製嘅黃瓜同埋蘿蔔喎，我覺得好開胃喎。我最中意嗰個豆腐。豆腐係。佢啲豆腐咧係自己整出嚟嘅，哇！個豆香味超正，仲有啲海鮮咧平靚正啦。我記得個沙白咧真係100倍啊，5蚊一斤，係嘛？啲貴蝦都係58啫，其實同出面市場賣嘅價錢係一樣嘅。差唔多。咁當然啦，佢要收翻少少交通費，但係嗰日我哋係5個人食咗金股啦，跟住食咗紅蟹啦，仲有螺啊，海螺，一人食咗2隻，5個人後尾食到埋單都係669蚊，跟住其實仲有好多其他餸嘅，其實性價比都係高嘅，都好食，而且佢真係出品真係嗰日我覺得冇一個係差評嘅，每一個都係我覺得真係唔錯。即係從我哋即係第一日咧就帶客，即係中午咧就同香港個朋友去到商場嗰度食㗎，真係爭啲，真係爭好遠。係啦，咁其實你五洲家園咧，除咗呢邊啲個頭海鮮市場啦、斗門海鮮路啦，仲有包括井岸啊、白蕉啊，甚至乎就喺湖心路呢個叫做海鮮街嗰度，成條海鮮街，仲有一個叫做東星脆肉館。其實斗門係美食係太多啦。真係你要即係講嘢啦，我哋都講唔晒。所以呢一點咧，我講航空勝地係俾唔到佢嘅。咁我哋綜合咗咁多咧，就其實到佢如果係外部環境咧，一定係航空勝地靚啲嘅。咁假如話，包括佢同佢嘅交通啊，佢嘅成個面貌啊，城市嘅面貌，仲有佢嘅公園啊、配套啊，都係包括佢嘅其他嘅嗰啲叫做城市配套。的確係航空勝地係好大優勢，但係假如從內部嘅就係五洲家園嘅，佢係一個內部交標係非常之靚，得房率又高，跟住咧仲有周邊嘅美食又好，係啦，所以其實兩個樓盤咧其實因人而異嘅。我聽起身五洲家園就更適合居住啦，休閒度假同埋退休生活，過嚟養老都係非常之適合。而且對你呢個屋苑係有要求嘅。咁其實再講翻，你話包括而家，不過我自己咧都係住金安航空勝地，我係住保利天和啦。其實講緊，如果當時五洲家園早啲出嘅話咧，我可能都會考慮五洲家園。保利天和個 view 係好靚，但係個交標嚟講咧就真係一言難盡啦。爭咗唔係一啲啲。係啦，包括我屋企就其實求其整咗幾隻櫃啦，就一個電視櫃啦，仲有一個衣櫃啦，仲有一個其中一間房做榻榻米啦。其實咁樣就已經幾皮嘢過去。同埋你做咗風窗喎。係做到風窗嗰度，加埋風窗，其實加埋啲衣櫃，其實啱啱接近10萬，好少嘢啫喎。但係講真，你話五洲家園係全屋護牆板、全屋衣櫃、全屋嘅電視櫃等全部做晒交俾你，加埋風窗，嗰度其實加埋起碼20-30萬係真係要嘅。全部採用係一線嘅高端品牌嚟。冇錯，所以點講呢？包括你話航空勝地，我哋保利天和呢個項目由高峰期33000跌到而家160萬、170萬，同一個單位加平方。好啦，再講翻航空勝地其他樓盤，例如粵海十季府，以前係28000-900平方嘅，而家幾多呢？最平嗰個14000幾一平方。即係減一半。係啦，但係個交標呢，都係嗰個4個字，一言難盡。係見過啦。係啦，咁其實佢所以如果你話從長遠嚟講，我係會偏向於五洲家園嘅。咁假如你話，如果想話而家我就個配套好啲，目前我樓下乜都有啦，老人家就話我唔想行咁遠去消費啊，落樓就可以就去商場啊、買餸啊，或者落一個公園啊，其實航空勝地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其實因人而異嘅。係睇翻自己嘅需求啦，同埋自己嗰個手頭上嘅銀碼啊。咁講到手頭上嘅銀碼，我就要同大家講一下我哋五洲家園嗰個國慶活動喎。係啊，咁我哋4期咧28棟嘅04戶型52平方，佢首期1萬就可以搞掂啦，而且係3年嘅免息。
做到3年嘅免息。咁29棟010298平呢，佢係首期2萬，但係5年嘅免息，即係佢係分季度俾嘅，一個季度俾一次，就唔係個個月追你攞嘅，係一個季度俾一次就得啦。咁仲有我哋新加推嘅20棟。20棟佢04戶型嘅68平方，佢首期係5萬嘅。3間房嘅喎。係啊，68平做到3房嗰個實用率係去到130%嘅，咁係2年免息嘅。仲係望一次湖景望海景嘅喎。冇錯，所以都係即係你手頭上有1到5萬就即刻可以入手啦，而且我哋係免息。分季度俾翻就 OK 啦，就呢個活動呢，就係10月1號到10月8號，名額都係只有10個，先到先得。哇！咁呢個就真係要趁呢個國慶大家要約定嘅時間啦，係嘛？係啊，下方都有我同 Chris 同埋 Nicky 嘅聯繫啊，都可以聯繫翻我哋，免費過嚟珠海睇樓係包接送同埋全程後面嘅服務呢，辦手續都係我同 Chris 一齊陪你哋去辦理嘅。OK。咁其實大家你而家都 Nicky， 你而家都明白咗兩邊嘅一個對比啦嘛。係，就係睇翻自己需求。咁當然啦，其實都係講翻五洲家園佢嘅交流標準真係好高，因為點解我一直重提呢件事呢？可能大家要眼見為實，真係見得到佢嗰個交流標準先覺得話，哇！呢個樓太靚，真係好靚。包括我哋攞咗一樣嘢，就係五洲家園，佢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嘅園林設計 design。全屋嘅東南亞嘅古樹有成100幾咁多，100幾棵咁多。喺成個珠海嚟講，目前得佢呢個項目係有咁多嘅百年古樹。係。即係所以其實佢個呢個開發商咧，佢可以見得佢對呢個樓盤嘅質量、佢嘅品質嘅要求係有幾高。好啦，咁今期就同阿 Nicky 就傾到呢度啦。咁大家如果咧想了解航空新城或者想了解五洲家園呢個項目嘅，到時都可以隨時就call我哋啦，下方有我哋嘅聯繫方式，WeChat 啊同埋 WhatsApp 都喺下面㗎啦。都可以嘅。咁希望大家都係多多支持，點個讚。係啊。咁今期就到呢度結束啦。我哋就下期再見。拜拜。